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郑雅珊，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虽然小狗委托用爱关怀服务协会所要成立的日间照顾服务，现在卡伫消防安检的流程，预计3月才发到正式营运。不过，除了所人力已经交到，甚至还有新市区民王全新用过身的父亲王国平里长的名义捐赠一台服务车，希望延续父亲行善助人的精神，来照顾更较侪社区弱势长辈。我们当初还是希望说，爸爸对新市这份地区的爱能够在新市这边发挥啊，因为社会局有回复说，如果捐给社会局，他可能就要用指派的方式，他没有办法直接就是指定在新市地区使用，然后就跑到区公所这边跟这边的那个柜台这边说，那个这边长照什么时候成立，然后是由哪个机构来承办，然后就找到我们那个执行长，执行长也非常热心，然后经过一再沟通，才有促成今天这个捐赠，在这边，其实我们是真的没有付出什么，都是爸爸的爱。谢谢我们的王先生，也请我们的苏理事长一起来接受哈。家属员关服务车行动，将对亲人的思念留伫人间。这款社会美善力量的发挥，上午市长林梦燕甲议长赖美惠等贵宾，拢相当的感佩，共同来见证。特别捐赠我们的这个交通车也就未来就是要用在我们这个长照中心来接送老人家接送我们长辈的这个交通车，所以我想说，特别是要我们用掌声也来感谢王全兴王兄，他可以说是把爸爸的爱那么继续的发扬继续的让他的爱留在人间让这些受服务的民众长辈，我想都能够纪念王国平先生在世对我们大家对弱势团体的付出我想王全兴王兄这样的做法是孝道所以孝顺这个王里长最佳的一个表现。另外，已经80几岁张兰兰女士为了感念用爱服务协会照顾，嘛捐赠日间中心急救的设备，会将一力办法感谢中长辈温馨。今日新闻顾问及郭国义采访报道。市区文化局因要将点市遗迹资料馆的古迹修复活化，作为中西区图书馆，因此伫去年2月提起诉讼，一审判点市历届议员协进会必须归还建筑物，并支付租金400多万。而且伫1月24号将由法院强制执行搬迁。对此，协进会烦恼议会珍贵的历史文化资产会受到迫害，所以上午特别召开记者会来表达心声。结论第一点就是说，大家在2审进行和解。第二点，这个是叶局长文化局叶局长提议的，我们同意就是说，在修建的当中这一些史料呢，就把它移至到议会来，议会呢，继续来做陈列展示或者是史料典藏，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那个将来呢，就业到了修建以后那么议政史料馆使用的空间这个问题呢，等呢这个双方再协商。那所谓双方协商，也就是说，立法院的这个前院长王金平跟柯总召特地南下到现场勘察以后他们后来做了结论说，希望呢保留3楼的议事厅做议政史料馆的特展中心。
协进会表示，文化局伫理性法庭当中推翻和解的协议，而且阁要将议会珍贵的史料放伫东区消防局仓库当中，互因无法度接受。强调为着维护民主政治发展的尊严，一定会抗争到底。电视文章山林根采访报道。因为卖彩券的弱势民众，依照着目前的制度，必须爱捧着现金到银行换彩券来买，对因来讲风险比较较悬，也因此市员李文静出面要来帮因争取到警方的护卫。年关到的时阵吼，爱拢的这个彩券啦吼，像刮刮乐啦吼，加大面额的这个彩券吼，爱拢爱去银行领。当然银行有指定的这个分行吼，即马吼因拢爱摕现金去咧。这摕现金去吼，这是一个风险，因为因咧拢弱势嘛，行动拢较无方便嘛，所以万一迄个歹徒呢有机会来落手的时阵哦，哇，因这个损失又佫不堪设想。所以咱伫旧年的时阵咱就有警察局遮真帮忙，真搭骹手，拢有派这个警力去到银行的所在，来保护因的这个安全啦。但是今年的时阵，哇，今年煞无啦。旧年的时阵这当然有这警察安尼咧协助安尼咧帮助帮忙今年这个部分算安尼全无这弱势朋友当然因先天上当下行动等等都比较不方便所以这因真正拄到什么款的一个危险真正真的有当下即马社会的一个问题景气等等各方面要是真的拄着像安尼，迄个刑抢的时阵这对因来讲会是一件足大的一个危险啦伫咧李文静议员的争取之下，台南市警察局也承诺，只要来申请，警方会派人来护卫彩券业者的安全。台南新闻网只好张伟忠采访报道。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开了大约一档的时间规划设计，总算伫咧2018年初正式来推出着史博馆任意门 APP， 主打自主的导览甲创意解谜的功能，要带予观众专心导览的模式。台湾历史博物馆从107年开始，我们陆续推出很多结合 AR 跟 VR 的一些数位科技的服务。那首先我们在今年的1月份，我们先首度推出了一个台史博的任意门的 APP。那这个 APP 其实是我们博物馆开馆到现在第一支推出的结合了服务跟导览的一个 APP。那这 APP 有什么不同呢？就首先呢，你可以非常轻松的在这 APP 里面看到很多如何来博物馆的交通资讯，然后及时的公车资讯，然后以及说你可以看到我们博物馆的有行事历，所以知道每天我们有哪些展览跟活动在发生。那另外导览的部分，因为相信大家来博物馆很容易走马看花，那我们就是把大家精选了37个非常重要的导览点，避免大家看过之后忘记看了些什么。那另外呢，也希望观众可以很轻松有趣的看到博物馆的有趣的题目，所以我们其实设计了11个趣味的解谜。那大家可以在里面透过这些解谜呢，可以知道更多台湾历史，而且收集了非常有趣的以台湾人为故事的一个图框。那大家可以用这个图框来拍许多有趣的照片。台史博任意门 APP 的这功能当中，上界趣味的就是解谜的全新设计。游客来到台湾历史博物馆，拍开 APP， 就当加入解谜的行列。APP 当中设计的问题，拢是甲台湾的历史有相关，所以伫咧一面找答案、解决问题过程当中，也保险吸收了侪有关着台湾历史的知识，互算过游客拢感觉非常有意义。玩过解谜的那个互动导览的 App 之后呢，我觉得对于大朋友和小朋友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游戏的过程。那等于就是不懂到知道答案，只是可以做寻找，然后在展场里面就可以找到很多增加自己的新的知识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蛮多的那个友善的那个坡道服务设施都还蛮好的。台史博任意门 APP 即日起只要下载来使用，就当马上享受门票买1送1的好康。同时当中所附的行事历功能甲公车即时动态，互无共需求的观众，拢会当利用着 APP 轻松安排伫咧新的一年来去台湾历史博物馆佚佗的行程。台南新闻网只好张伟忠采访报道。
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东东餐饮集团发起希望传输线的活动，运用旗下4间餐厅的观册换优惠的活动。用了1档的时间，募集了1000多本的册，每一本拢是适合儿童来观看的。东东餐饮集团企业也将这款册全部来捐予台东县的东河乡，要让淡遐的小朋友有更侪多元充足的册子会当阅读。这种优惠客人，然后他拿书来，我们就可以给他更好的优惠价。总共募得了1000多本，然后我们把它送给台东县东河乡的原住民小朋友，因为我们知道原住民小朋友他们对这个书籍的话非常的缺乏。那我想城乡的差距造成他们呢，假如我们不去关心，会距离我们这个都会呢越来越远。所以呢，我们每一年这个已经是持续好几年了，从100年到现在。我们除了给他一部行动图书车以外，我们每一年就是会跟他们更换书籍，不断的让他们带来新的知识。大大支持这届观册活动的台南安南扶轮社也自行募集了上100本的册来响应。然后还有我们安南扶轮社一起做一个捐赠我们台东的一些捐书活动了，相信大家一起来响应这个善的行为。当年接受到东东餐饮集团的诚心观册。台东县东河乡乡公所的秘书今仔日也亲自出席记者会，表达着满满的感谢。东东企业餐饮企业及台南安南扶轮社，在民国100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将近6、7年的时间，每年都有办理这个2手书的见证活动。那对台东县东河乡这个偏壤的这个乡镇市里面那我们真的。在这个小学生这个国家未来主人翁的这个立场上面，我们很感谢这个东东餐饮企业台南安南扶轮社，它能够在这个健康城市的台南市里面，既然能够看到我们东河乡的偏远地区的这个文化素质的这个低落，而且提供这些书籍。让我们在地的学子方面受益良多。将一本又一本的册放到行动图书车当中，这台车将会载着满满的资讯，让台东县东河乡的小朋友，让因有更侪知识。台南新闻网1号张伟忠采访报道。因为感受到部落客在网络上的影响力，所以本身也是知名部落客的刘德清，在2013年开始，就持续在网络上号召善心人士做伙导列公益活动。今年伊特别将这个心愿扩大，串联全台部落客甲厂商做伙联名，要在1月20号用办队的方式，宴请6个绿色团体，欢迎第2节来到支持，做伙来围炉。这次我们就是集结了42间的厂商，然后跟一些部落客因为我们集结了全台的部落客，然后跟我们一起做这个发想的动作，对，让全台部落客可以帮我们的弱势团体可以去达到一个最大的曝光。因为我们找的这次的弱势团体呢，他们都是很需要他们都是弱势中的弱势，对，然后我们会希望可以借由这次的机会，让部落客跟媒体他们可以去做一个曝光，让他们可以得到真正实质的帮助。活动总共是开34道，邀请家业总铺师来进行料理，其中16道将招台绿色，有9道以1人200块的价格提供民众灵感。
内底包括400块的餐费以及200块的物资捐赠，将用这个费用来购买民生物资，帮助弱势族群。我们这次总共办了34桌，对，然后我们找的厨师是嘉义的阿汉上菜，那他本身呢也是一个专门在做公益活动的一个厨师，像他今天就去帮那个孤儿院，帮孤儿院做菜，所以我们就是找他来，然后以公益价1桌4000块的方式去做一个板德。那我们这次来的民众呢，一人是缴600块，那400块是餐费，剩下200块就是交给，就是我们会去买一些米啊，然后一些跟面，对，然后我们会就到现场做一个发送的动作，这样。这次活动总共募集到23万，活动发起人希望借着这款的活动来抛砖引玉，让更加多人愿意响应公益，回馈社会。咱是本家山林根采访报道。男性伫50岁以后，1半以上的人会有尿后线肥大的问题，包括暗时会一直起来放尿、频尿，感觉放袂清气。尤其食感冒药时，因为药内底的成分会刺激尿后线，引起尿后线肥大，和小便更加困难。为什么冬天这个排尿的症状会越来越明显，甚至有时候吃药呢，会造成排不出来这些状况？主要就是说，因为射物线这个地方呢，它除了这个本身体积会增加，它的肌肉本身也会受到我们环境的一些因素，造成它可能比较紧绷。比如说天气冷，或者说我们刚刚讲的吃感冒药呢，这个有些药尤其是鼻塞的药，一个叫麻黄素的这个成分呢，容易造成这个地方的肌肉收缩，所以再造成这边的阻力增加，就容易造成尿不出来。伫药物治疗的部分有分做2种，一种是和尿后线的平滑肌甲膀胱出口放松，一种是和尿后线变小，若是药丸无效，就必须开刀治疗。我们目前的治疗呢，当然就是很好的药物可以让这个地方让它放松，那让它这个射物线的肌肉放松呢，它膀胱出来的这个阻力就比较不会那么大，这个尿就比较顺畅。另外第二种药呢，它是可以让射物线，它可以抑制男性荷尔蒙不断的刺激，可以让这个射物线它增生肥大这个情形，我比较没那么厉害。医师提醒，若是常常放袂出来，这样唔那造成膀胱发炎，连带着也会伤害腰子功能，更有可能造成尿道症，所以千万袂当疏忽。电视文章山林根采访报道。虾骨伫儿童身上是常常看到的呼吸道疾病，引发的原因包括有尘螨、气温变化上大以及病毒感染。对此，吉比医学中心的小儿虾骨特别门诊，特别提供中医整合照护，观察发现，伫中医持续治疗之下，会当降低虾骨的发作机会甲严重的程度。门诊的里面呢，我们有科学中药的处方的治疗，然后配合中药的气雾吸入，以及穴位敷贴按摩，以及穴位敷贴的治疗与穴位按摩的治疗多管齐下，然后希望就是可以经由中药的调养，让减少气喘发作的次数以及发作的严重程度。医师发现，虾骨的儿童大部分的体质拢属于较冷，所以伫中药的部分会采用温性的药材来调理体质，提升免疫力。在穴位按摩的部分呢，我们主要会针对这个背部的膀胱经做穴位的按摩。那穴位敷贴的话呢，会针对肺部的肺腧、风门，然后以及这个大椎，还有旁边这边有定喘，来做特别的穴位敷贴的治疗。那这些穴位敷贴治疗的药材，就像在下面这些，是用一些比较辛温走窜可以通络的药材，像是白芥子、细辛、盐胡索，比较辛温的药材来针对这种体质偏寒的气喘的小朋友。儿童伫半暝啊，若是容易有咳嗽、会喘等等的症头，都爱怀疑是不是虾骨引起。而只要12岁以下诊断为虾骨的小朋友，都会当到吉比医学中心的小儿虾骨特别门诊来接受中医的整合疗护。但是，文章山林根采访报道。对着慢性痛痛的病人来讲，目前会当采取的介入性痛痛治疗，包括有超音波导引神经阻断术、
热凝神经消融术、高频热凝神经调控，但对着手术后的两骨痛、甲关节痛痛，效果算不是介理想。因此，吉比医学中心引进冷凝式热凝手术，提供慢性痛痛的病人新的选择。冷凝式的高频消融手术呢，它就是一般的传统热凝消融手术的进化版，它可以产生比较大的烧灼范围，那减少不升高温度的情况之下，增加治疗范围。那好处是说，可以在比较短时间就做完比较复杂疼痛的控制，那也能够帮病人也能够适当的减少病人术后产生不适的情况，这样子。这项手术不但扩大治疗范围，也减少无爽快的情形，而且经过相关研究显示，会当互7-8成两骨痛甲关节痛的病人减少1半以上的痛痛，效果持续达到半冬以上。所以，若是有需要手术，但麻醉风险较悬，也则是手术过后依然有痛痛情形的病人，都会当来考虑这项手术。但是，文章山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林阿珊，咱再会。